备大家平安。请咱这时来伫关心啦，咱来准备来吟今仔日要吟的圣诗，请咱来吟新圣诗27首。新圣诗27首，我主上帝。上帝愿你带我，至大上帝愿你带我。咱第一站来唱一次，第2节。我
咱这个时阵要来进入敬拜阿乐的时间，真欢喜吼！今日是主所定的圣日，嘛是连线的假日。请咱用欢喜的心、喜乐心来敬拜阿乐主，请大家起立，甲厝边隔壁的兄弟姊妹讲，咱欢喜来敬拜上帝。真正地面，只有这个主的话，只有点点主的应允，心头主福气无限。耶稣真正痛苦，这事已经证明。耶稣宝贵耶稣，愿我痴心那天地。心靠耶稣真正地面，只有这个主的话，只有点点主的应允，心靠主福气无限。耶稣真正痛苦，这事已经证明。耶稣宝贵耶稣，愿我痴心那天地。耶稣真正痛苦，这事已经证明。耶稣宝贵耶稣，愿我痴心那天地。耶稣真正痛苦，这事已经证明。耶稣宝贵耶稣，愿我痴心那天地。主呀，阿妹。有主万里追我无家，传我的福气，传我好我的家，必把有点来过去。有主耶稣，你小会往归小里。有主耶稣，你小会往归小里。救主万里追我无家，万荣我的福气，抓高草我好我的家，必把有点来过比。救主耶稣，你小会往归小里。救主耶稣，你小会往归小里。愿当小里安稳主宰，地面春秋来保护。救愿脱离对敌航海，引带西北归家路。救主耶稣，你小会往归小里。救主耶稣，你小会往归小里。愿当小里安稳主宰，地面春秋来保护。救愿脱离对敌航海，引带西北归家路。救主耶稣，你小会往归小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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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救
哈利路亚。祝天耀来祝福咱来祝咱上帝，来谢主，上帝造天造地造人类，咱是上帝因，咱来学了伊。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放心来祈祷，全能的天父上帝，全能的主。你就是独一的天父上帝，你就是阮的大牧者。主，你是堪比阮敬拜而乐，主，你堪比荣耀甲尊崇的。主，阮要尽心尽力来敬拜而乐主你。主，阮要一世人来跟缀你，阮要专心来仰望你，专心来倚靠你，毋是要倚靠家己的牛、家己的聪明。主啊，因为阮知影，阮的性命除了软弱以外，无有啥物通好夸口的。独独主啊，你就是全能的天父上帝，主你就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你就是阮至好的大牧者。主啊，阮要单单来信靠你，单单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愿你来
用你的话语来充满阮，因为主你就是活命、真理、道路。主啊，你就是阮所敬拜的上帝。主啊，恳求主你用你的话语，日日来伫阮的心内，刻在伫阮的心内，用你的话语来安慰阮，来勉励阮、扶持阮。主啊，求你伸手保护、照顾阮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会当有满平安、满有喜乐。因为信靠主的人就有智慧、有平安、有福气。这是主你所应允的。主啊，阮欢喜来敬拜阿拉主你，感谢阿拉你无煞，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感谢阿拉主。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刘兄弟平安。咱来念圣诗第27首《我主上帝》，请会众起立。我
同心来祈祷，来祈祷。请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即几年的风台，拢无造成着伤害，也互阮大家会当安居乐业，也保守阮即个台湾的土地。明年总统选举，愿选举中间一切顺利，无纷争，平安顺遂，尤其是对岸会借着即个话题来恐吓扰乱。阮相信所选的拢是你所竞选的人，拢是合着你的心意，是为着台湾的百姓安定、丰富的生活来拍拼的人，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、家己需要，也是正当的工具。阮知影你是信实、仁爱、公义的上帝，你会听阮的祈祷。阮来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圣诗的后壁面第1105页。请显着我来刻恁来印，恁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，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互所求伊的人。毋过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着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链若遐尼水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的所传的信息？毋过我要问，因敢真正拢无法听见？圣经安尼记载，伊的声音传遍全地。以上，咱来请圣乐队来献诗。圣乐队要献的诗歌是《奇妙恩典河顶甘甜》。
经过济济试炼、罗网、危险、邀饿、苦痛，这阮带我安然稳当，看我免致失望。信仰个别，请大家起立，咱来动作。上帝话书读圣经，请。我是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信实投胎，对14马出世，就天天来到人来受苦，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向好活，就天阿侪全能的父，上帝大名。伊咧对遐要来生活活人甲死人，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公道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共读上帝的话，箴言3章第5节甲第8节，信旧约694页。这句我来共读。恁着专心倚靠耶和华，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。伫你一切所行的事，拢着认伊。伊要指点你的路，伊毋通家己看做智慧，着敬畏耶和华，离开歹事。这互你的身体勇健，润泽你的筋骨。以上。讲道，听咱牧师陈国成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，今仔要讲的题目是神的改变。各位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上帝听咱，互咱做三角敬拜主，主是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，互咱伫连港主的圣日来到主的教会，咱三角敬拜阿乐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万项事拢来对你求，对你讨。阮万项事拢照主你的旨意，照主你的心意来行。
检测有时阮无明白，愿主你的灵来启示教导阮，互阮行伫主你的路顶面，无摇错，无歪错去。愿主你的灵常常甲阮三角同在，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一个充满假消息的时代。根据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伫今年的3月又做一个对台湾假消息的调查，有90%的民众拢有收到假的消息、假的文字，也是毋是正确的影片，也是图片，甚至有真恶质认证的遮的消息。咱每一日收到偌济的消息？你看边个人，你收到偌济的消息？愿上帝使阮帮助咱，伫即个时代，因为真侪的社交的软体，咱有时咱一透早咱就会收到足侪图片，无论这是咱感觉是好，也是咱感觉有一寡感觉讲这到底是有必要，还是无必要？愿上帝帮助咱。即个时代有真侪毋是真正式的事实，包括有足侪群体一传这消息的时，有人讲这是3年前就讲过啊，这毋是真的消息吼。包括食啥会得到好，包括什么人会做什么代志，包括足侪代志，咱拢需要经过消息，经过认证。愿上帝使阮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管理咱家己的生活，嘛会当管理咱家己。咱知影讲笔画会当成做字，这字了会当成做句，这句成做一个文，最后这个文字成做一本册。透过智慧的人，将伊的教导成做文字传授互咱，这个文字咱搁继续甲伊领受，了后成做咱的知识，成做咱生活的学问。咱人拢伫咧追求欲望的知识吼，咱有追求知识的欲望，所以咱追求即个知识，咱人想要知，所以咱就一直咧找答案。咱人拢咧伫生活的中间去找迄个答案，所以咱的思想到底咱人生活的意义甲目的伫倒？这是咱人甲动物的差别，就是咱人有思想。所以咱对自然界所有的万物来讲，咱人是有智慧，咱人是有思想，咱人是有思考，嘛是上帝创造万物，互人特别甲万物无相款的所在。甚至伫创世纪就甲咱讲，咱人要管理即个世界，甚至人要生摊侪，要来管理万物。所以咱人是咧管理即个世界。上帝互即个世界万物有一个次序。譬如讲春夏秋冬，譬如讲一天有24点钟，譬如讲一个月有30天，也是31日。譬如讲月有阴晴圆缺，日头会对东方起来，对西边落来。每一日有照安尼次序来行，但是咱人除了这以外，无法度改变。咱人会当管理地球所有的资源，包括所有的万物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伫即个世间，照上帝的心意，好好管理咱的地球，管理咱的生活。所以咱人会去分析研究，会去讨论，会去成做一种的理论归纳，成做一种的学术也是理论。所以人有建立教育的制度，人对细汉开始就爱接受教育，了后咱领受真侪的知识。财物，互咱，所以咱人是会去追求知识、追求智慧。今仔日的主题经文伫箴言就是透过智慧者因的言语传输互咱，互咱会当领受。今仔日的经则讲，咱毋通挖过家己的什么，家己的牛，家己的聪明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毋通挖过家己所理解。咱毋通甲信心放伫家己所理解的顶面，
因为咱理解真正是有限。我知影咱教会有真侪诶，即个赖群主吼，其实我伫赖群主，我发现我也是莫讲伤济话较好吼，所以我一向拢感觉讲莫讲伤济话。我若有收到物件，我就甲伊讲我有收到，我也讲我有了解，我袂有真侪情绪的物件伫内底，因为情绪的字眼无法度去分别，特别是这是文字，特别是这是图片，特别是这是无法度去分别你的情绪到底是甚物款，所以我感觉讲这个赖是真好用，赖是一个咱事工要传达。也是咱要做消息消息的广告，也是咱要做活动的广告，互大家当紧急去收到。今年咱中会的净滩都有一个群组，这个群组的足紧的，当知影讲你要一号的所在伫地，大家教会就会当马上收到，因为总共20间教会。教会诶报名吼，领导诶人吼，所以这个赖是真好用，总是若是用无好咧，真头疼吼。所以这嘛是咱爱有智慧，求上帝互咱有智慧，互咱有知识会当来管理。所以咱毋是倚靠家己诶脑，因为咱诶脑无法度了解。真完全的了解人的情绪到底伫即个中间有甚物种的差错，特别是咱的语言。你注意看，我有当时会甲你讲，您收到了没？不管你是长辈还是晚辈啦，就是您因为安那，互你收到，感觉讲，牧师还是很尊重。即个时代，敢若大拢超甲病大吼。特别是咱有外国的思想来看，讲即马其实大家拢袂去称呼即个尊称，有当时拢会干扰吼。我过去我伫一入去青年团契，牧师就甲阮教导，这个是什么歌，这个是什么节，只要他比你大都要叫歌，只要他比你大就要叫节，我就是安尼去互教导。当我读到大学的时呢，我这细汉的拢直接叫名，拢无咧遵守你啥物歌、啥物节吼。所以这是时代一个真大的一个转变。但是咱要安怎互人听起来、看起来心情会搁较好？我想咱爱有真侪智慧来经营、来管理，包括咱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倚靠家己的脑，有当时咱倚靠家己的脑，感觉家己足厉害。其实主的话甲咱讲，毋是倚靠家己。其实上帝当咧改变即个世界，咱看见经过一个疫情了，所有的物件淡薄得到改变。有一寡人的生活的方式，而且思想思考拢会改变，包括咱即个时代爱面对无共款的挑战。咱知讲心境会影响到即个环境吼。有一个牧师伊去学校咧报道，大家骹吼学生拢坐袂牢，拢伫遐咧尿尿喘，伫遐咧凄凄楚楚，都拢无要听台下顶讲的。即个台下顶的牧师嘛无办法，要安怎？伊若讲台下骹就大家就伫遐吼嬉皮笑脸，这我拢有经验过吼。过去咱咧组会时阵拢会请外口的讲师来吼。阮过去学校嘛捌请牧师来，我会记我伫家己读册，我有听过汤孟忠牧师吼来阮的学校报道，爱拢讲故事，若讲故事，大家拢静静啊听吼。即个牧师咧讲的时，哇台下骹一直摇喘。但是呢，伊就开始祈祷，这个牧师就伫心内开始祈祷。当伊祈祷了后，伊就开始继续讲道，继续讲。伊讲我无法度改变台骹，我只有改变台下顶的我。当我心境改变了，我心静来了，伊发现着讲，台下骹虽然无马上改变，但是呢，慢慢，伊发现着讲
下骹的人渐渐安静落来，听伊所讲的。所以这个牧师伊感觉讲，伊只要按部就班来讲伊所讲的，听毋听是台下骹的代志，但是只要伊的心平静，伊就慢慢来影响下骹的人。所以下骹的人会安静落来，最后会感觉讲迄厝的报道嘛是真成功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人的心境是会影响着即个环境。有侪的决策是伫咱的心内，是咱的心内大过外口面，所以咱心内若有主掌权，是大伫外口。愿上帝帮助咱知影讲咱的心境会改变即个环境，心境能够改变环境。有一日我经过即个新庄遐讲50年无变，即马拄仔咧改变。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嘛是当咧改变。当咱150年办社区分享音乐会了后，即个分享的音乐会下了后，咱逐个拢传好话，咱足成功的。咱有传即个相片，咱有甲逐个彼此鼓励。每一个团体因上台因的表现拢是会当带来正面，带来积极，带来鼓励。愿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一种上帝当咧改变，互咱的心境来影响着咱的环境，互咱知影讲咱毋是倚靠家己的教，所以咱若伫咱的内面，咱尽量着莫有迄种有情绪上的字眼愿上帝帮助咱，咱会当咱会当来看着讲，咱的心境若是改变，环境就会对咧改变。当咱拢用积极正面的鼓励，咱的教会就会改变。所以这个心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心就是讲知影讲，有时咱毋知影对方的情绪的时，有当时咱家己的情绪嘛毋通就直接伫即个直接甲伊表现出来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因为这情绪是真有当时真难得体验着，总是有时咱较侪去听，去听。我上 CPE 的时，牧师伫要牧会之前，拄好上迄个教牧临床实习啥物叫 CPE？ 是 CPE 拢去听病人讲伊的心事，逐工就去伊互我一寡个案互我一寡个案，我就去甲伊访问，你即马安那感觉安那？即个病人伊就甲我讲，阮囡仔拢无来甲我看啦伊就讲一寡遮个话，你若对遮个话题佫家己了解，你若毋通讲伤济，你毋通讲你个囡仔着安怎，毋是，你着爱互伊讲，伊讲愈济，对伊所讲的话中间。去找着伊的情绪，你的囡仔无来甲你看，你感觉安怎？会感觉孤单，伊会感觉孤单。这孤单才是重要，毋是伊的囡仔不好我是举一个例啦，简单的例毋是伊的家庭安那，伊的家庭背景这毋是重点，重点是伊的情绪的反应。所以这个患者，你即摆安怎？我足疼的这疼是安怎？伊着爱互伊讲出伊的苦衷。讲出伊的心事，讲出伊心内的话。有的人嘛会讲着娱乐呢，讲着讲我来病院，我感觉讲这个病院有够好的，医护人员有够好的，佫有人来替我祈祷，昨佫有一个牧师啦，讲听讲是病院的牧师来替我祈祷，这祈祷伊就讲祈祷了，你感觉安那？我感觉足平安的，这就是一个。咱会当家己传福音的机会，就讲你真平安你有想要了解即个耶稣无？要了解上帝无？这就是当初是上 CPE 所以咱爱较侪去听去了解，较侪去用了解毋通用家己的判断来判断代志。所以这个 CPE 的过程就是讲，咱毋通用咱家己去判断即个人安那，咱是用方法，互即个人讲出伊心内的话，安尼咱才会当做一个理解，做一个判断。伊即马所处的处境是安那？有个人伫病院，伊会惊吓，我明仔载要开刀我足惊的。
啊，你会惊吼，啊是安那会惊？啊，我着惊迄刀仔吼，甲我掠落，安怎吼，啊惊迄肉水吼，啊点点食的，啊所以咱知影讲伊心内无平安，伊惊啥？咱甲伊替祈祷，啊讲啊你有意愿无吼？啊阮替你祈祷，吼啊伊若愿意，咱着替祈祷。有个人会讨祈祷呢，吼，咱通常即个健保的病床拢4层嘛，啊无就3层。第一层咧祈祷吼，啊第3层就来看，啊看来讲，你嘛来替我祈祷，你捌拄过无？吼，即个较早阮伫医院巡回报道吼，门诊报道、门诊报道，嘛捌拄过代志吼，去看即个患者，替伊祈祷了，隔壁才讲，来，你嘛来替阮祈祷，替阮祝福吼，愿上帝帮助咱吼，咱用娱乐吼。来取代吼，用娱乐来取代。有一个老母伊2个囝吼，一个咧卖雨伞，一个咧卖面线，吼。若落雨的时，伊就烦恼吼，即卖面线，迄面线吼晒袂干，因为面线拢爱晒互干吼，才会当卖。吼，若天气无好的时候，我即面线吼晒袂干要安怎？即大汉后生吼，咧卖面线吼。第二个后生咧卖雨伞，所以若好天的时阵，伊就烦恼讲，即个细汉囡仔雨伞卖袂出去，吼，所以若好天也烦恼，无好的天也烦恼，落雨天也烦恼，落雨天就烦恼迄个囡仔，吼，那面线晒袂干，若好天就烦恼迄个囡仔雨伞卖袂出去，吼，来伊信耶稣了，伊讲落雨天的时阵，吼，伊就感谢主讲，雨伞拢卖出去。若好天的时阵，伊就感谢主讲，迄个做面线吼，面线拢晒会干，所以伊每一工就充满娱乐。所以耶稣并无改变环境，并无改变天气，并无改变日子，但是却改变即个老母的心境。这就是咱信耶稣，用娱乐来取代，用正向的来取代。愿主帮助咱心内环境。才是咱影响上大，会影响到咱的处境，影响到咱的环境。所以真正的快乐是伫咱的心。愿上帝来帮助咱。今日有讲讲，咱爱专心倚靠上帝，无倚靠家己。所以人是无法度去解决真正的问题，只有上帝的话，只有倚靠主的话，只有倚靠上帝的开力能力来改变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咱无倚靠家己，吼。所以真言嘛，甲咱讲敬畏上帝，你才能得到即个智慧。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咱每一个人爱伫上帝面前，爱有敬畏，爱敬畏。第二就是讲咱心敬畏上帝。即个北信即个拳击的好手，伊是屏东凉山部落的主题吼，哇！伊过去嘛分享伊的故事，伊讲伊过去若去比赛拢第1场、第2场就下台一鞠躬哇！伊嘛是真挫折、真失败，伊嘛感觉真迷失家己。伊甲讲我比赛大概拢比袂赢，就感觉讲家己拢感觉真能力真有限安尼吼。后来伊找着方法。后来伊找到迄个方法，伊知影讲原来即个方法是会当透过侪来改变家己，包括伊的心，所以伊将伊的心来敬畏上帝的时，哇！伊产生真大的开力的改变。咱是活伫一个真丰富、有主真丰富的时代，但是心灵却非常欠缺的时代。咱每一个人拢伫心中咧找一个答案，到底咱佫欠啥物？咱要安怎互即个世界佫较好？咱要安怎过佫较好的生活，佫过较幸福快乐的生活？其实咱即马过的生活，拢比古早的皇帝内底佫较幸福，敢毋是？较早皇帝要食江南的即个江南很多的物资嘛。还要透过运输，透过船运输，透过运河，运河安尼运到北京去，互这皇帝食。
你也看经过偌久啊？经过1、2个月以后，即马咱安那，咱手机啊饲的，就乌鸦甲咱送物件来，叫做 Uber，Uber 的吼，乌色的 bird 吼 ，Uber 的来送迄个，啊，搁有安那熊猫甲咱送来。咱是活伫真幸福的时代，咱搁有啥物无满足？是毋是？咱网络订物件订的，3工2工，袂超过1礼拜，物件就甲咱送到位，敢毋是？叫做宅配。啊，过去皇帝阁无遮尔幸福的生活。当然，过去皇帝真迄落，但是有足侪人家侍奉安尼啦吼。所以，愿上帝帮助咱是活伫是伫一个吼真方便、真便利的时代，可是咱的心灵却非常的空虚。所以，咱毋通看家己做智慧，爱敬畏上帝，离开遮歹的事。不要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。真正的医生才会当替人治病，真正的工程师才会当做遮的工程。所以会当互这个世界真正的改变，嘛要透过有威信，爱透过敬畏上帝的基督徒。所以咱是要帮助人甲上帝来和好，恢复迄个起初上帝对世间的疼。所以上帝爱有一群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甲基督徒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咱爱敬畏上帝。你看2000多年前，耶稣来到世间道成肉体，伊找找遮个门徒，透过遮个门徒要来改变这个世界。但是最后是透过是价顶的救赎，透过军队伊的学生，因遮学生重新得到因的性命改变。有得到属灵的开力，得到属天的智慧，因的心得到改变了，才会当改变人的历史，敢毋是？如果遮个门徒因若无威信，因若无为着福音来征战，有可能咱即个时代是无教会，也是无救恩，无耶稣，总是圣神的开力，互遮学生将福音传出去。所以咱知影讲耶稣的时代。咱遮个人，遮个耶稣的学生是啥物？是讨喜的人，是遮个税吏抽象的，是遮个社会根本毋是看重的人，但是遮个人却互罗马帝国产生真大的改变。愿上帝帮助，因耶稣的学生虽然毋是真有学问的人，也毋是有权威的人，但是遮个人。却伫耶稣过活了，伫因的性命重新来改变即个社会。所以欧洲因为较早领受基督教，因诚做改变世界，改变即个世界的中心。所以即个改变世界的力量，爱透过咱来改变。上帝是指引咱头前的道路的主，所以咱爱有正确的动机。才会有做正确的事，所以3章第60甲咱讲，伫你一切所行的事，拢爱认得伊，伊要指点你的路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用称赞、用娱乐，安尼才会当激发人来头前，搁较好的开力来行。孙子兵法有讲求其上，止其中啊。求其中，得其下，求其下咧，必败。所以咱的程度爱哪来哪悬，意思就是讲，咱若求好酒得到中央，求中酒得到下骹，若求下骹咧，免意啊，完全都没有了。所以咱必须要用娱乐来激发咱，来顶面，所以咱爱欣赏人的好处，包容人的缺点，记得人的好，担当人的困难，这是寇世元所讲的话。所以我们要欣赏人的好处，包容人的短处，记住人的好处，然后担当人的难处。愿上帝帮助我们来指引咱的路。所以最后3章第80甲咱讲。这就会互你的身躯勇行，
论得你的经骨。愿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上帝所重用的肢体，互咱的肢体来勇壮、来成长、来长大。透过咱150年，咱还佫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咱的亚活礼拜。咱的亚活礼拜要佫转去到伫马街宣教的基地，淡江中澳淡水迄个所在，咱要伫遐来做伙有一个古迹的巡礼，古迹的导览，咱要伫遐重新大家有一个组织。咱即届毋是要去啥物风景足水的所在，咱毋是要去啥物咱毋捌去过的所在，咱是要去到咱开拓咱教会的马街宣教师伫遐伊捌有即个学堂，伫遐咧教学生，咱要去即个牛津学堂，去看讲马街伫迄个所在怎样咧教导即个学生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愿上帝指引咱头前的路，互咱毋是看外在，是看咱的心内，是看咱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上帝是看咱的人的内心。咱毋通许外在的迄个来影响，因为外在只不过是表面。愿咱要就兄弟姊妹伫咱的教会，咱用咱的心彼此相体贴，彼此相关怀，彼此知影讲大家的情况，彼此互相的担当。人兼菜有长短，有长处有短处，有这个难处，我们都彼此的来互相的担当所以咱爱欣赏人的好的所在，包容人的缺失，记得人的好处，担当人的困难。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汉人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知影上帝你的改变，上帝你即摆咧改变即个世界，改变即个社会。主你嘛透过人来改变，愿上帝你使用阮，成做你重用的器具，互阮会当，互阮的教会搁较好，互阮会当互即个阮的教会搁所彩标来跑走，搁会当互主你来欢喜。愿上帝你收，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伫主你的听的内面，无看阮家己的厚，是在伫阮会当敬畏上帝，心存敬畏上帝的心。愿上帝你来引带带领阮，互阮的用阮的心境来改变阮的环境，互阮会当成做上帝你所使用。阮献上阮的感恩，愿上帝你帮助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要面是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，请会众起立，咱来敬拜上帝。我
写书的人工来书念。咱先开手中的酒壶吼，手中一部金句，伫酒壶下面，箴言第3章第5节，咱读两遍好，吼，来，你着专心挖着耶和华，毋通挖着你家己的牙，你着专心挖着耶和华，毋通挖着你家己的牙。箴言第3章第5节，我接下来报告，甲介绍，先介绍新朋友吼，迄个沈安娜、沈安丽，那这样，伫美国宾州啦，在中国上海来咱来欢迎。希望今日来阮教会吼。我来报告。本个消息，小月2月，本年度野外礼拜日期11月初5，当日8点15，伫咧区公所上学。地点东港中学、真理大学，当港有校史、史记巡礼甲导览，朋友之间的趣味竞赛，借着团队的活动，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。报名费是200块，报名到杨丽珍、胡婉君甲卢凤仪吼。第二。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金审查
这种的学生有大专组林佳音、林品仪、郭东升、林什么请任啊？国小组廖金龙、蔡硕慈、陈有谦、陈领天、陈以恩，定于10月29儿童出去学主日礼拜中颁发。这种的学生，请亲自出席领奖。第三，咱教育司吼，恭喜周建宇甲郑义家夫妇的次子周志毅先生甲陈怡安小姐，今仔伫花莲举行订婚仪式，原住宿吼。第四，10月14拜六三芝海滩净滩活动，报名的兄弟当天上午8点20伫教会门口集合。第五，10月15下主日台北中会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，主日的教育、性命教育、文图培育等事工的教材出版师资培训，兄弟请关心大岛，支持宗教教育事工的推行。第六，10月29日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，请邀请中级同工各单位身居任会长、团结辅导助理学校长、信外队队长，请爱务必出席参加。会长若无来，请委派一个同工参加。第七，第昨下晡沈徐淑慧姐妹长期伫迄个长期伫咧本会聚会，昨伫咧本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，愿上帝安慰所有遗族的心。第八，10月份的华语礼拜，调整10点45开始，请兄弟姊妹注意礼拜时间，华语的礼拜吼。第九，新安宫读经，2023年第4季的读本《永恒不变的爱》已经放伫咧石内底，欢迎兄弟自由所处。个人伫咧厝诶，每日拢依进度来灵修。第10日每礼拜拜三暗时8点，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陪读圣经、守望教会，彼此代祷，得力蒙福。过来团契消息，信外队10月28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半，请邀请陈芳辉牧师陪灵。主题是聚焦耶稣。第4名承担，第24名挑战，第3 4名邀请。陪灵讲座报名请1楼公布栏登记，邀请兄弟踊跃参加。准备暗顿。过来具体的消息，请大家过目来看哦。为着这身体欠安呢，侪兄弟姊妹来祈祷。过来教界消息，10月21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，台北中会传教部举行进阶长老训练会，专题在伊妈厝苏路上，中级的职责为深知在师，地点大稻埕教会。今日报名为止，敬请中级同工踊跃报名参加。以上，牧师呢？无哦。过来，咱来上营396首，打要煞回求主祝福。来，请起，就是煞请牧师来讲道。Amen.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，圣神的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带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